罗慧秋，你是谈恋爱哦？谈恋爱。嘿，罗秀，顶个月我拄到恁迄个情人，甲迄个小三去看电影，我真正足想要去甲送啊出去。讲，你甲谁谈恋爱？拜托，连一影拢无，免得想谈恋爱。敢是安尼讲出来哦？我哪有知影有甘愿哦？哎，这啥？我后生啊，小心。那拢谁也无共款？周小姐，你还要叫孙小姐？哎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啊，小姐，那叫你缘投啦，我替你妈妈问哈。女朋友啊？那你敢有接受一点点？有搞无？哎，若总讲有一天吼，我甲恁囝倒伫面床顶，拢无穿衫裤，你会安怎？你是做还是毛毛虫？若是安尼哦，我问你有叫好伊无？哦，我就看你。哎，小露露，真讲吼，恁真正有迄天哦，我一定给伊个赞呐！哎，迄小鲜肉哎，青春的肉体。这种代志敢有遐重要？嘿，迄当然嘛最重要的啊！以我的经验，迄个方面哦，若袂下，早晚一定会分手。所以讲，小姐，你以后交女朋友吼，一定爱先试车。试车啦，这样纯纯的爱你把它试车呢。我是，哎呦，那，如果阿姨讲生笑的啦，你袂难哭啦，我哪会哭到安尼哦？好奇怪啊！你讲啥我听无啦？咱莫搁讲感情。你个代志敢有最重要的？小倩啊，啊，我其实一直无来你讲，我会转来，其实是因为我分手啊。分手哦，就足正常的代志嘛。会听代表你有真正爱过啊。每一段感情拢袂白白啊浪费，你会更加知影啥物人较适合你。所以恁真正因为迄件代志分手？甲你讨论这足奇怪。哪会？我感觉足健康的好无？咱个啥物拢会使讲吧？啊，毋真诶，真诶啥？我真诶啥物拢会使讲。安尼我要讲啊。伊要我做零号，啊，毋过我着足惊疼，我毋敢啊，真正足无趣啊。所以你甲伊查甫？对啊，你会感觉安尼足健康吗？敢可有人知影？我希望我是头一个，啊，毋过我无希望我是头一个。我若是头一个，安尼就代表
代表我后生愿意相信我，我感觉足欢喜的。啊，毋过我若真正是头一个，就表示你一个人甲这个秘密藏掉的。20几年呢？你嘛太辛苦啊，爸。我嘛就是要讲呀，啊，不过我唔知要甲谁讲。我想要听。不管你是小医的、冤家，还是想要做医，妈妈都想要知影。礼拜暗时8点，拜六礼拜就伫公司第2台。